非常高兴，我们每周六的晚上，我们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邀请你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将你身边不管是电视收音机，或者是会影响你敬拜的声音，会影响你敬拜的，我们都请你先将它关闭，或者是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也邀请你，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安静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无论在荧光幕前观看直播，或者是来到现场，我们都能够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求主你圣灵亲自浇灌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单单仰望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注目在神你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主你带领我们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因为你说凡用心灵诚实敬拜的，你必定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相信都有神你圣灵的保守与圣灵的感动，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死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神是美好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死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
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我，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主啊，我们求你，我们恳求你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难处，无论是生活所带给我们的压力，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环境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都要学习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的风浪，因为你带领我们要学习用顺服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看见神你的伟大，因为你的全能，你的能力要带给我们的生命转变，要带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帮助。求神再次呼召我们，引领我们，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里面，我们学习用祷告，学习用交托，学习用仰望神，渴慕神能够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你奇妙的大事。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在这环境里面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要因主而刚强。谢谢主再次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你，愿神再一次呼召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走在合神的心意道路上，得蒙神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在坐下以前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愿主赐福你，愿主赐福大家。很高兴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祝福。我们得蒙上帝的祝福，是为要我们也能够来回应上帝。所以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祝福我们更丰盛。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切的世上的产业都是为要能够做好的管理。当你能够愿意用金钱来奉献给主，神也要在你的工作还有在你的课业禾场上带来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
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来做报告哈。我们在明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也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在关心原住民神学院所做的工作，来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我们在明天下午有一场这个圣灵降临节台南全球的祷告日，那牧师也非常邀请各位我们在无论是不单单教会里面兴起祷告的勇士精兵，牧师也期待我们的眼光不单单只是为自己的教会，也能够为社会、为环境、为国际，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值得需要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摆上祷告。所以我们牧师也蛮期待的，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明天的这个全球祷告日。那我们会去到长荣大学，那牧师邀请各位，我们明天下午1点20分会在教会集合哈。那也请各位能够在1楼的这个公布栏可以填写一下这个公布栏。那个距离不会很远呐哈。到了长荣大学里面，我们会送到那个我们要进去的礼堂门口，所以还蛮近的哈。牧师鼓励各位能够一起去参加。那我们在5月26号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代祷团队的观摩，那我们会去到富强教会哈，也邀请我们现在目前有8位同工，牧师也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轻朋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学习操练代祷祷告的功课。我们不单单学习为自己祷告，也能够为别人祷告。好，那期待我们下个礼拜都能够一起去参加。那在6月15号，我们有一个让你爱上圣诗的敬拜赞美工作坊。那也期待如果还没报名的，想要报名的，我们都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敬拜赞美团的团长心如报名哈。那我们在6月2号是我们的教会青年主日哈，那我们也会有花莲的崇光教会的这些年轻朋友跟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一起来配搭服饰，那我们也一起为这件事情来关心代祷奉献。所以6月1号下礼拜六我们的礼拜六的华语礼拜暂停一次哈。那我们在6月9号我们会进行第3次的圣礼典，也邀请如果你有已经在大桥教会有稳定聚会，然后你在信仰上有更深的渴慕，期待能够更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工作，委身在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在神的面前，你也经过一段时间被牧养，期待你也都能够一起来做这个受洗的装备的训练工作。那期待你能够一起来做预备心。
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上帝所造看为美好的人。上帝看为美好的人，有没有可弃的？有没有？没有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会看到有人他的软弱不足，但是我们基督徒会看为这不好啊，这些不救啊。我曾经牧师最常遇到了就是说牧师我们家人那个他这么恶劣，如何那该怎么办？就不救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那上帝的创造人，难道有这么的没有价值吗？那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会如此，难道不是家庭所引起的吗？难道不是环境所带给他的吗？所以，如果当你看见一个人是如此的糟糕、不足、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何尝不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包含我们看待自己是不是也是如此？好，所以牧师期待我们透过今天牧师分享的圣经节，能够带给大家有更多的体悟我们一起可以坐过来一点点，坐过来这边因为牧师讲道会对焦在你们眼神那牧师也期待你们能够坐靠近一点，让牧师也比较容易跟你们做对焦那我想要问各位有些时候你们会不会遇到有一些困难、受逼迫、压力、压迫，然后你不敢说？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啦，因为还没有战争嘛。可是你要想象，如果战争来了，那个环境，甚至有些时候像比我们还要年纪更大一点，他们经历过那一种可能战争时期像美珍姐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战争时期，有吗？没有，对不对？但是我在想象，如果在战争的环境那个子弹来了，然后有些人他带着杀气要来把你的生命杀死的那一种过程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情？你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带出更多的自由，甚至你想要做什么是没有办法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逃命对不对？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环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啦，有些让你很难受的话啦，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过？好像也是会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我觉得耶稣也有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可福音3章1到6节耶稣进了会堂，他那里有一个人，一只手是萎缩的。当时候有很多人来监视着耶稣，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好控告他。耶稣就对那一只手萎缩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起来，他站起来，然后站在中间然后问众人我要问各位，安息日应该行好事行善，还是做坏事作恶呢？是要救人还是害人呢？这些原本好像对耶稣有敌意的人都不敢吭声了。第5节，耶稣生气的看着四周的这些人，我就在想说，耶稣为什么会生气？就是耶稣早就看到有些人是用一种鄙视的眼光，耶稣你要来治病了，我看你今天礼拜天安息日我看你要做些什么大事情我好控告你这个人乱来耶稣就问了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在安息日应该要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啊？是要救人还是害人呢？我今天我要救这个人，你说我在安息日在做什么？好像在做工一样。他们在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只能敬拜神所以呢，当时候耶稣就生气，看着四周这些人，为他们心里的刚硬而感到难过。他就对那一个人说：“把手伸出来。”那一个人就那个萎缩的人，他就把他的手伸出来了，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就立刻出去跟希律党人策划怎么除掉耶稣了。我不晓得现在我们媒体牧师你们在观看 YouTube 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政论节目他们标题会写一个标题写说那个某某某怎么了，然后我就去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说奇怪，我怎么看都没有看到他讲的那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你从那个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在毁谤一个人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我后来就在下面留言哦，请不要乱下标题，然后如何如何如何，他就说啊，他就开始群起哦，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开始说啊，你不懂啦，你怎样啦怎样啦，我就终于懂了。耶稣当时候，当你在做好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的标题应该要把你这个什么够的哈，要把它你这个名称什么什么监督啦，然后讲好很好听。我觉得这个社会你在 YouTube 在观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能够行公义的人啊。所以当时候我就发现，我特别能够体会得到。当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回复，他就说：“你的回答真的是很可笑啊，让我哈哈大笑啊。”他就在笑我，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被人家这样讲的人，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吓到，好恐怖哦！他在笑我，他耻笑我，你知道吗？牧师那个时候我就祷告说：“神啊，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就回答说：“还不错，至少我的回答还让你笑，还可以开怀大笑。至少我的 EQ 还比较高一些。”你懂我意思吗？我就后来发现说，以前的我会因为这个人，然后跟着他就开始谩骂。以前牧师我记得好像26、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无名网站，我很喜欢在网站 po 自己的东西，然后也有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我会开始去跟人家对打应变。当时候的我觉得跟现在的我不太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问各位，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信徒，我们一定都会希望经历上帝救恩，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得到拯救，蒙恩拯救。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叫做生命遭受迫害、压力、难解的生命问题，你会怎么做？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更难的东西啊！我觉得蒙恩拯救我觉得还蛮容易的，我只要相信了，他不容易吗？那上帝派了耶稣为了我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要改了。耶稣为我受的苦比我还痛，难道我还要继续用我的这种原罪的方式在生活吗？所以每一个人除了要认识上帝蒙恩拯救的生命之外，还必须要认识到你所遇到的压迫、压力、难解的生命问题，你要如何解决？你想不想得到这个智慧？想不想？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啊！难道你不会想吗？我都觉得牧师这阵子遇到很多，特别是我们乔恩他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也是我们全家人包含我跟牧师娘是在讨论当中的问题真的没那么容易解决，可是却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更多的仰望神。所以牧师很渴望大家，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渴慕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该如何解决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压力、那个压迫，甚至有些时候是难解的生命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上帝创造我们这个看为美好的生命，应该要有哪些特质？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特质，叫做寻良的灵啊。什么是寻良的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听着，我差你们出去。好，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讲说，这个羊入了狼群里面，送入狼群，你要把它想象，羊入狼群，就像基督徒在不信的人当中啊。我再说一次我们有没有时常在生活当中都是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有啊。你在不信的人当中，你怎么生活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只想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就是我想要去教会啊，可是都忘记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7天里面大部分有5到6天几乎都是在哪里？从你离开教会，几乎你都是在
跟不信的人在一起啊。所以耶稣说：“听着，我差你们出去，就好像羊送入狼群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耶稣教我们哦，他教我们要怎么做？要像蛇一样机灵，要像鸽子一样驯良。豺狼的生命是什么？我觉得豺狼的生命它是肉弱强食的，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只要输他哦，你就输了啦，他就把你压得死死的啦，对不对？然后呢，羊是什么？羔羊的生命哦。耶稣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羔羊，是羊。羊的生命是什么？是牺牲的啦，是奉献的啦，而且是什么？是会受伤害的。可是呢，我们怎么做？我觉得信徒要学习耶稣所说的，要像蛇一样机灵。什么叫做像蛇一样机灵？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去惹怒别人，懂不懂？有些基督徒你不要想，有些人他很喜欢激怒别人。最近我们泽恩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我就时常在听我们穆恩语言老二、老三他说：“爸爸、哥哥怎样怎样。”我说：“又没怎样，他只是学你讲话。”学人家讲话会不会让人家惹怒啊？我每讲一句话，你也讲一句话，你会怎样？我会怎样？你讲一句话，我就讲一句话，你会怎样？生气，莫名其妙。我在跟你讲话，你怎么我讲一句话，你也跟我讲一样的话？要对话嘛。可是你知道吗？我后来去了解我发现我老大他的声音，他的讲话，他在学弟弟妹妹，竟然可以在微秒，非常微秒之差呢。意思代表什么？他的反应能力跟讲话能力非常快速啊。那在这当中你要怎么做？我就开始，我最近都在研究，我在预备好，求神给我智慧。我要在所有的这些孩子面前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要让弟弟妹妹也能够了解到，哥哥他会这样子做，因为他以前不会讲话，对吗？静瑜姐应该最了解，我们泽恩小时候他不太会讲话，对不对？我们还因为他不会讲话，还特别的中南中学都应该认识，对不对？他小时候不讲话的，可是当他慢慢的他发现，因为我们都教导他，你不会讲话就学弟弟妹妹讲话，结果他就把它学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叫我要学弟弟妹妹讲话，他是很听话可是他这个动作就怎么样？就反而会让人家生气啊，所以要小心。灵巧像蛇是不能够惹怒别人的，而且呢，在好的事情上面要怎么样？要灵巧，要怎么样？好的事情要勇敢的赶快去做啊。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牧师很肯定每一个只要他愿意做的人，我们都要给他赞美，要鼓励他，而且要鼓励年轻人。牧师也鼓励你们，看到你觉得是好的，你就做，不要问。我记得牧师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台中的教会，那当时我在台中的教会，我都把教会当作就像自己的家，所以呢，我每次去教会，我都会在那边写功课，然后预备我的功课，然后服侍完打打鼓或弹弹琴，弹完以后，我就会开始做打扫。然后有一次，我就把这个教会对面的副堂就把它这个好乱好脏不行不行。因为通常你只要问说可不可以打扫教会的主管或牧师他们说不用啦，教会会有人帮忙打扫你不要打扫。那我这个人比较鸡婆，我很喜欢主动就直接帮忙打扫，然后直接就把它整理。有一次我就把这样所有的东西，然后我就因为厨房应该不太需要，就每一个人厨房你只要发现这个就有蟑螂，然后乱摆放，这个应该都可以自己来了。所以当时我就会做这样的动作。我发现，当我用这样的方式在做事情的时候，好处来了。很多人他在旁边都在观察。我们做好事不是要让人家观察的，而是当你在做好事的过程当中，你有那个灵巧的心，会想要去做好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祝福是很大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虽然是像羊一样入狼群，可是我们不是在跟狼一样的生命，是肉弱强食的，而是要能够有一个灵巧像蛇的生命，而且能够怎么样？像鸽子一样驯良。驯良是什么？
叫做诚实不虚假。好，诚实不虚假的心啊。所以牧师非常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年轻朋友感谢主，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年轻朋友，你们要好好保持着这个心，你们会越来越长大，会在外面遇到很多同学，会给你一些奇奇古怪的一些念头，你要去辨别，求神给你一颗单纯的心，认识上帝。第二个，上帝创造看为美好的生命，还必须要什么特质？要倚靠圣灵。马太福音第10章17节到20节，耶稣又继续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小心谨慎，因为你们将被送上法庭，并在会堂里被鞭打。你们要因我的缘故被带到官长和君王面前，在他们和外族人面前为我做见证。当你们被押去受审时，不要顾虑如何应对，或说什么话，那时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那时候说话的不是你们自己，而是你们父的灵借着你们说话。好，这段话呢，耶稣继续讲完，讲到你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被，当然我们没那么糟啦，会被送上法庭啦。可是在中国就不一定哦。在中国，如果你信奉基督教这个搞不好是有可能的哦。在一些不是很自由民主的国家，连基督教的信仰都有可能会被逼迫的。好，那第18节，耶稣教导我们，因为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而被带到官长和君王面前，在他们面前、外族人面前，你们要为我做见证。那我就在想，教会大部分比较不缺会讲道理的人教会蛮多会讲道理的，对不对？只要长老，只要有认识，只要勇敢一点的人，其实他很会讲道理。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很会讲道理，可是我们很少做见证。你知道什么是做见证吗？什么叫见证？见证就代表说，我的生命因为主改变了我，帮助了我，而让我亲眼感受得到上帝的作为，这样懂吗？做这种见证。耶稣教导我们，当你们被押去受审时，不要顾虑如何应对或说什么话。我们有些时候为人家要做见证，都说不会啦，我不会讲啊，我这个我不常讲，我也不会这个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话。那时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耶稣说的，因为那时候说话的不是你们自己，乃是父的灵借着你们说话。所以其实我做牧者，做神的仆人，我当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要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主啊，我要当你的仆人，做一个传道人，我要站在那个讲台上，每一个礼拜讲道，那我是讲什么话？是讲我自己的话，还是讲神你要我说的话？当然是神要我讲的话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讲的话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做过老师主日学老师，你就会发现讲故事都还好对不对？可是你要想当你要讲一个道理，要告诉一个人，要让他明白的时候，那又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试着为主做见证。再跟他说要倚靠圣灵。我们能够说话都是倚靠圣灵教导我们知道如何说，甚至我们要晓得我们说这句话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你就会慢慢越来越明白你要讲话的内容合不合神的心意，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还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懂了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依靠圣灵，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美好的人的特质，就是要做一个依靠圣灵的人。接下来第3个，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有忍耐的灵。好，我们继续来读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儿女将反叛父母，置他们于死地。
你们将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但坚忍到底的必定得救。你们如果在一个地方遭迫害，就逃到另一个地方。我实在告诉你们，没等你们走遍以色列的城镇，人子后面是人子就来了。好，这里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叫做忍耐，坚忍到底的必定得救。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忍耐吗？我觉得忍耐在应付被人恨恶的当中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为什么人家要逼迫你，你不晓得人家为什么要恨恶你这个人，所以当下的自己最好的生命特质就是忍耐。好，牧师在当兵的时候，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好，因为人家都知道我以后要当牧师，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我记得学长他跟我讲说，委员，我我还有一班哨要请你来帮忙，我一天已经4班哨了，很累了。4班哨的什么概念？叫做你大概只有休息2个小时左右，然后接下来你一天里面你几乎都在上哨，每次站一次哨就是要站，我有点忘记是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应该是2个小时，一次要站2个小时，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累的。而且因为你们知道，牧师当宪兵是完全不能动的，好，那不能动是很恐怖的事情。你眼睛还可以动，所以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可以维持不动，站在那里，然后又不倒下去。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当人家告诉我说请你帮忙的时候，然后我不能拒绝，我只能答应他说 OK 好。然后他就说反正基督徒很有爱心好，所以你要接下来这样上帝才会祝福你他还会这样讲很厉害当时我就发现真的人家好像要置你于死地，可是在那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我记得当我决定要去念神学院，要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的爸爸本身也是基督徒，可是我爸爸他并不是很乐意。他每次自从了解我要去念神学院，他每次看到我都是那种很不屑，然后有一点无奈，然后有一点伤心难过，你就会发现那一种我好像变成不是他儿子一样，你懂吗？你就会知道那种人将把自己的弟兄置于死地，就好像父亲将把自己的儿子置于死地那种感觉啦。所以我记得我的孩子泽恩他打人的时候说你给我过来，然后我就请他过来的时候，他每次看到我要过去了，他说爸爸不要打我，就大概知道他害怕我打他，他就会发现我打他的过程让他有阴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进入狼群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都是有很多逼迫困难的。可是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就是要坚忍到底。好，所以呢，圣经里面其实非常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那我要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牧师要先简单讲一下，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后书，为什么要写后书这一段？其实这段后书很特别，是他写完前书之后呢，隔几个礼拜、几个月后呢，他感觉到他必须要再写一封书信，叫做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为什么要写呢？因为当时候那一群帖撒罗尼迦的那一个地区的人，他们受到一个逼迫患难。什么逼迫？就是他们的信心很稳固他们很爱主，可是呢，当时候他们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理解真理有误解了。你们要想象如果耶稣要再来了，明天要来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反正耶稣明天就要来了，我今天好好的去 pub， 好好的去怎么样？去偷东西、抢东西，反正都一样，我也没时间做好事了。当时候的教会，当时候的人，他们就有这个想法。他们认为耶稣既然要来了，主的日子已经要来了，他们心里面就惊慌，
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应该要守的诫命跟本分，所以他们把这个真理啊，耶稣要再来，主要再来这件事情，把它扭曲了、误解了。所以保罗他就特别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弟兄姐妹，最后我还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使主的道理、真理，像在你们那里一样，迅速的传开，受到尊崇，并使我们能避开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主是信实的，他必使你们刚强，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着主深信你们正遵行我们的吩咐，并而且以后还会继续遵行。”有没有？他一直在提醒他们哦，好像是一种不要想太多，你们要继续哦，要努力哦，要照着你们的深信的这个真理继续的走下去哦。他后面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领悟上帝的爱和基督的什么？注意哦，坚忍啊！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坚忍的生命态度，我要告诉你，你会很容易，只要遇到一个困难、压迫来了，我跟你讲，你很快就会离开神了，而且你会犯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小心，忍耐的功课很重要。第四个，最后一个叫勇敢的灵。什么勇敢的灵？我们一起来看。有点字，因为比较多了哈，这一段比较长一点。他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奴仆也不能大过主人。好，学生顶多和老师一样，奴仆顶多和主人一样，连家主都被骂成是别西卜，就是魔鬼。好，更何况他的家人。”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是什么意思？不是能力哦，不是恩赐能力哦。当时候的门徒跟耶稣，耶稣是老师嘛，对不对？不是说门徒的能力要高过老师的能力，不是讲能力，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苦难啊。我刚刚不是在讲苦难吗？有没有？马太福音不是在讲苦难吗？讲说，他们要坚忍，我们进入的是狼群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学生啊。我们有可能高过耶稣的苦难吗？老师的苦难吗？有可能吗？不可能吧。奴仆也不能大过主人嘛。谁是我们的主人？耶稣，懂了吗？所以呢，我们的苦难再怎么样苦，有比耶稣苦吗？没有啦。所以呢，第26节说什么？不要害怕那些迫害你们的人，因为掩盖的事终会暴露出来，隐藏的秘密终会被人知道。你们要把我暗中告诉你们的公布于众，你们要把听到的耳语在屋顶上传扬。那些只能伤害身体的，不能毁灭灵魂的，不用怕他们。这句话，我为牧师很鼓励年轻人好好的记下来，好好的把它好好想一下哦。那些只能伤害身体的，不能毁灭灵魂的，不用怕他们。那个有很多人去蒙阿波很怕鬼啊，有些人很怕我要鼓励各位那些不会伤害身体那些都已经躺在那个坟墓上面的，那些都已经是往生的人了，所以不用怕。牧师我以前都很怕。我真的很怕，我每次只要去经过坟墓，去到哪里我都会怕。但是自从我听到原来我的曾曾祖父，他为了要做传道人，他们没有受过神学院训练，他们为了要能够去传道，他就去坟墓，把那所有的坟墓的一个一个当作是未信者，然后就对他们传讲圣经的道理。我的曾曾祖父是这样，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曾曾祖父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在面对他的信仰。所以牧师也要鼓励各位，很多时候只能伤害身体，不能伤害灵魂的，我们真的不用怕，懂吗？就算在这世上感觉我们的身体好像被人受伤打了，也没关系啦，
它不会伤你的灵魂。你的灵魂要足够强壮。好，要畏惧的是什么？他说的很重要要畏惧的是要将身体跟灵魂一同毁灭在地狱里面的上帝。你要怕的是上帝啊！人如果不怕上帝啊，那才恐怖啊，不是吗？反过来讲就是这样嘛。所以耶稣讲的没有错，他说了2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29节来，大声的我们大声来念来。继续把它念完。所以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要贵重。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承认他；凡在人面前否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否认他。各位弟兄姐妹，天父他并没有让麻雀随便的死亡，即便他好像不用耕种，不用做什么。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爱我们，他不许人或任何的鬼魂，甚至不好的灵来加害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因为我们神要怎么样，要带给我们是有益处的。你相不相信？你觉得上帝是给你好处还是坏处了？怎么好像大家都没有体验过上帝给你好处一样？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给你好处啊？钟选有吗？有吗？有什么好处？学会音乐，学会听道，学会听真理，懂不懂？好，有没有？我记得你刚进来教会，你是一个好像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讲什么不太懂，对不对？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他会听真理，道就是真理。基督徒在讲道，是因为道就是主，主耶稣就是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人的面前，你会不会承认耶稣啊？你会不会承认主啊？如果你不会承认，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天父也不会认我们了。耶稣讲的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2章10节说，我们的生身父亲是按自己以为好的标准，暂时管教我们，对不对？生我们的父亲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只是暂时用自己好的标准来管理我们。好，你的父亲也是这样。但是上帝呢？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来管教我们，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是有份、有福分的，有祝福的，有分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自己的生命，一定要在困难当中要倚靠神，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寻良的心、寻良的灵，倚靠的灵，倚靠圣灵的灵，而且还要有忍耐的灵，而且甚至要有勇敢的心来服侍神。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问小朋友说：“谁知道上帝造这个眉毛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举手：“我知道，眉毛可以挡住汗水，让汗不会流下来，流到眼睛里面。”老师就说：“答得很好。”那谁知道上帝造这个头发有什么好处啊？另一个小朋友就举手：“头发可以保护我们的头。”老师就说：“不错。”好，那么还有谁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让头发会长长啊？这个时候全班就安静了。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举手：“我知道，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家，让我的爸爸可以靠着理发赚钱养家。”了解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吗？上帝造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让我们的生命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那如何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神祝福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良善的心，一起来学习美好的生命功课。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忘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求主你的大能、你的权柄再次保护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有真实你的同在。我们不用害怕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挑战，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更要因为你的爱，我们要用主耶稣牺牲救赎的爱，来学习包容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学习包容自己的生命，接纳我们，接纳赦免我们身边周遭的朋友。我们晓得神你已经接纳我们，包容我们，赦免我们，拣选我们。我们更需要如此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恳求你再次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愿意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话语，求你也赐给我们加倍的信心与力量，勇敢的为主你做见证，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守护者，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与营垒。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尊主为大，为主做见证，主也要为我们做见证，带领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力量，面对困境，由悲伤、软弱、缺乏转为喜乐、刚强、蒙福的生命，来赐福我们，坚固我们，丰富我们的生命产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与赐福。愿你平安。